紹嘅係太陽能驅蚊風扇。呢個有3張雙面膠紙，一個太陽能板，一個風扇葉，再加一個摩打同埋一個座，仲有索帶同埋3支然之後將黑色電視同埋黑色鏡子對住，然之後扭埋一齊，然之後紅色都係一樣，然之後將呢個膠紙黐喺太陽能板嘅後邊。然之後將太陽能板黐喺水槍上邊，之後就索緊佢，唔好掂到個風扇葉。然之後就將呢個膠